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在屏东的隔壁，在屏东的林乐乡有一家同隔壁的点的无共样的小店的。伊看起来有一些设计感，有一些像台北的样的，但是係一個quite有溫度、quite溫暖的一個小店的。一店的賣的東西，其實係一個理當或者迎合量身定做的一個健康的套餐，同時伊嘛會提供一個健康的資訊。頭家用咯係一個專門做健康管理的一個專業的人，伊係對台北加來我哋聯絡，唔單止加來我哋聯絡，同時睇聯絡開店。伊最主要嘛係希望講，也把下一台可以睇聯絡可以健健康康的變成大人。我哋今日歡迎我哋呢少年曾少年來現場，少年好。主持人好，電視前的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林路的張少年。少年哈，頭先我哋睇佢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哈，如果講其實你專業係做健康管理嘛哈，因為我哋觀眾朋友可能唔點樣做健康管理，你係咪同我哋體育小解一下個乜嘢叫健康管理呀？其實大家是這樣子的哦。我們以健康管理來說呢，其實健康相對的來講，就是有一個叫做不健康，或是我們講它叫做疾病、生病這樣子。那其實我們觀眾朋友大家自己心裡面多少都會有點感覺，其實我們有時候並不是完全屬於健康，也不是完全屬於是生病，我們可能就是在這個兩個中間的一個點。就是說它好像一條線，那我們大家有時候是這裡會痛一下啊，那時候睡不好啊。那我們健康管理的專業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幫助大家呢，越來越靠近健康的這一段，這樣子。有對我人講哈，譬如講年紀越來越大的時間，好，一路套住一句話，就是說有些年紀大的人就說啊。我不是不健康，我只是還在往健康的路上。對。對，你如果唔健康啊，但是你慢慢的變成冇健康。但是人意思都講，其實我哋會希望講，透過人嘅專業去幫我哋生活地位某個東西去做改變，變成我哋呢身體越來越健康，係咁嘅意思係咪？沒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醫療是非常進步的。我們如果說生病了，其實大家都知道說我們要去看醫生，可是通常這個時候你已經是非常非常不舒服。那其實我們傳統的智慧非常的厲害，有一本2000年前的古書叫做《黃帝內經》，它其實就有說過，最好的醫學呢，其實是在你生病之前就幫助到你能夠去預防。對，所以以健康管理來說，是能夠幫助我們的朋友怎麼樣能夠去吃得好，讓你睡得好，那在生活當中去透過一些落實。對，那我自己其實因為從事這個行業已經蠻久了，那我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其實現代的人呢，並不是不想要健康，或是說不想要變得更好，而是說大家會有一個觀念，我覺得可以調整一下，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說要去多吃什麼，或是多做什麼讓你變得更健康，而是說我們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可以減少一些什麼，少吃錯誤的食物，少做錯誤的事情，那進而呢慢慢的去調整我們的生活習慣。對，這是我覺得很想要跟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分享的。嗰陣咱嚟講，其實我都想到講，因為其實健康人呢度要健康吼，伊都感覺到，伊要做幾多簡約嘅事情，譬如講明日要量血壓啦，明日要看血糖啦，然後明日要是維他命 C、A、C、D、E， 馬上落提升，所以其實嗰種咱健康。但是你講出另外一種想法，你講，其實這個唔是勉強這個做啱嘅東西，但是你可以去減少嗰度，其實會傷害我哋身體嘅嗰種行為。嗰時其實按你做好嚟。感覺會夠簡單的吼。沒錯，其實主持人講的就是我想要跟觀眾朋友分享的，就是說去調整一下你怎麼樣的一個做法會比較好。所以有一個也很重要的觀念，我覺得叫做選擇。今天比如說我們以早餐來說好了，其實大家很容易就有什麼就吃什麼，是很隨便的。那如果說那你期待說我隨便吃了一個早餐，再吞一個什麼仙丹，你就會變健康。大家的想法通常是這樣，而是比較好的觀念其實是說，那你在吃下去的時候，最好就選擇這一份東西是對你身體有幫助的。可是就變成講，唔得去教人家用嚟去選擇一啲好嘅對身體健康嘅東西，對，還有也要行為，也要生活都錯噶啦。沒錯，沒錯。那像我係選擇啦，哈，選擇，種族怎麼我選擇，鬼都唔懂咯。其實。
真的是很感谢有这个机缘呐，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先生就是我们屏东麟洛人，那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的，而且呢读书、研究所、大学一路都没有离开过台北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想要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对，那二方面就是说，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是在台北城市里面工作，其实台北的很多的资讯，说实在话，它还是快，是比较多、比较快的。那相对于比如屏东我们生活麟洛这样子的一个乡村来讲，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被带进来去做一些交流。相对的，在麟洛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东西是很值得被带出去分享给大家的。但是我想要问你来讲，因为其实我们讲第一是喺台北人望讲。我的那行，我的那个步调啦，全部可以讲嘛哈。但是同样诶，以后要买个资讯就可以到啊，那学新的东西，你看买个展览，其實喺台北就看得到。但是貴到南部以後，唔好講喺屏東啦，其實高雄嘛係，其實嗰度嘅人講訊息個少，好，但是嗰段時我發現到講，其實一兩天有安尼。冇同樣嘅一種差別，同時講，你這個很容易去適應到講，能上下身份咯。其實我剛回來的時候，幾乎每一個客人朋友推門進來都是說：啊，你念書念這樣多，你回來幹嘛？其實我聽最多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這樣子。那我大概就是也是在那一段時間，1年多前開店看到一句話，他是這樣子說，他說呢，你的日常是我遠道而來的風景，就是說，在鄉村裡面，大家會覺得說我這裡也沒什麼啊，你幹嘛要特別回來？可是其實對我來講，我覺得尤其在麟洛這樣子生活這一些時間，我會覺得有很多東西是很珍貴。比如說，以前我們買東西，可能在城市裡面買東西，錢袋不夠。然後你就可能跟對方說啊，我趕快手機打開轉賬給你，好，可能這件事情就完結了。可是，在我們自己店面，或是說，可能我們在麟洛生活很常會遇到，就是說啊，錢袋不夠，我馬上回家拿給你，這感覺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就是一個人親土親，還有一種溫度的感覺是很難被取代。可是剛剛主持人問到說，有沒有需要適應的地方？當然是有，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是。也是我今天會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有關於食物這件事情嘛。對，那其實食物這件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我們來開這個店，其實以食材為主，比如說農產品講它是小農、無毒、有機的這樣子的一個販售，應該是。聽起來很棒，對不對？尤其我們在都市最喜歡看到這種小農的東西。可是其實我們一開始在麟洛這邊在經營的時候呢，會發現到說，因為其實麟洛本身是一個農村為主的一個地方。那其實農村為主，很多的長輩老人家，他其實是耕種東西種了一輩子。他想說什麼小農？我們一般以小農，我們有個相對的概念叫做慣行農法，就是說簡單來講，就是會施一些化學肥，甚至是有一些農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那也就是說，我們在都市裡面會有一些對健康的觀念。你想要來這邊支持的時候，其實在地的人他會，因為他跟土地太近了，他跟這個第一線的農業太近了，他反而會覺得說，你這個東西。我為什麼要買單？我這麼會種芭樂，這麼會種東西，這樣子，所以其實會有一些需要調整，就是說你自己的觀念跟這裡的一些交換這樣子。那其實因為剛剛主持人也提到說，尤其像我們麟洛這個地方，其實就是說高齡化的一個地方，那相對來說，它其實是會很需要我們去做一些身體上的健康的管理，尤其是很多兒女都不在身邊。那很多長輩我們知道他就是會很喜歡有什麼剩菜剩飯就吃好多天這樣子，對，所以我覺得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是我們來之後發現可以做，可以幫忙，或是說可以做一個，比如說有一些長期都在外地的子女，他會希望說，我們這個店家能夠去定時幫這個老人家送餐，就是說這些情況是我覺得慢慢來之後可以去做一些磨合。那像這個本身係一個人講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嘛，其實因為屏東路係kendden，也件是屏東等於kendden啦哈。咁而家真係加多人屏東來的時間，
同当初的想法有差吗？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对垦丁的想法，它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可是其实因为我最熟悉的就是林洛，那以林洛来说，我会觉得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其实是距离我们的屏东市很近。对，那相对的，它离内庄，比如说竹田啦，这个西市啊，就更内庄，它又也很近，它其实是一个交通的枢纽，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到林洛来生活，它蛮好的，就是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对，那二来就是说，我会觉得它会让我更落实到生活，而不只是度假。我们真的到这里来生活之后，就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地方，就像我们自己回到家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就会知道说，他可能也有哪些的优点跟缺点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到林洛，真的来生活之后，还是会知道说有些地方是，也可以调整的这样子。伊咧对台北加入林洛嘅伊个生活啊，伊买东西有向我哋嘅健康生活，伊都系去林洛，我发展出某个故事咯，首先下我，等下我就慢慢讲咯。翻過來，復起來，新一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林洛嘅真相人同我哋講，而係用可以嘅用健康管理嘅概念，可以嘅點嘅。我所想問一下，因為個地方其實也係點嘅前面嘅計劃係我哋呢客家委員會嘅客莊地方創生嘅計劃嘛嚇。佢當初你去申請嘅計劃嘅時間，你係擁有嘅一種精神冇？你講希望講睇擁有嘅計劃地方睇林洛群用嘅一個點嘅。其實當初看到客委會的這個計劃，我會覺得很感動，就是說它是鼓勵大家能夠來或是回到這個客莊來生活。那我看到這個計劃的時候，我是在林洛我們有一個臉書的社團裡面看到的，就覺得這不就在講我嗎？趕快來申請這樣子。對，那當時在撰寫這個計劃的時候，其實我是以客家人有一句話是很多人都是奉為傳家之寶的，叫做耕讀傳家，就是耕作跟讀書，就是說很重要的兩件事情。我們吃的東西自己從土地上栽種出來，我們要能夠去勤學，能夠認真的去面對我們自己的生命跟人生，所以是讀書跟耕種這兩件事情。那這件事情其實在我自己的計劃當中也是一個很主要的主題，就是說我們如何能夠在其實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幾十年的時間我們能夠去吃好的東西，然後讓我們的精神生活能夠富足。那這樣子的一個精神，如果可以貫徹在我們的計劃裡頭，它實施在我們生活的地方，那是我覺得非常棒的。對，我有一個很喜歡的作家叫做葉石濤先生，他的故鄉在台南嘛，他就說呢，他覺得台南是一個很適合幹活，然後做夢、戀愛、結婚、悠然過生活的地方。那其實我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計劃，就是希望我們屏東林洛也可以朝這樣的地方去前進。嗰時唔係希望咧講，像我哋客家以前講嘅，比如講我哋咧平常嗰時都耕田嚇，落葉時都讀書。其實都變成講，其實我哋用我哋嘅體力聽我哋咧土地上去傳導我哋這個食的東西，然後同時把也俾可以生發下去嘅一種精神的東西，都用讀書一件事情來推替。沒錯。你希望講，你也俾點樣地方可以結合到我哋讀書。耕種都係我哋咧食糧，我哋咧糧食，我哋食嘅東西。但係讀書嘅部分，可能都我哋一個多新嘅觀念，我哋健康嘅知識，從教本我哋咧睇下點嘅地方，去融合好來教本我哋咧聯絡嘅一道鄉親。咁種當初嗰種開點嘅時間，要耕土也要兩個想法嘛。但是兩個想法表現喺點嘅地方嘅時間。你係變成用嘅一種東西咯。其實是這樣，我們店啊，很多人走進來就會說，到底在賣什麼？然後剛剛主持人也有問說，你們到底是在賣什麼？很多人來我們這裡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因為說實在話，我們什麼都賣，就是這個食物呢，或者是說我們講，其實我們辦了非常多的課程，還有活動，有時候可能在我們這個商店裡頭，它不只有消費而已，它其實會來我們這裡上課的。對，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在計劃裡面很希望能夠去落實，就是說我們這邊好像是一個社區的交誼廳，
好，来这里你可以找到你想要带回家的东西。那一方面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就是说大家可以聚一聚，可以学习。对，那我常常有时候很感动，因为我们那边其实是我们就在一个一个街上，那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灯打下去就会一个暖暖的一个小房子。有时候看了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是能够提供大家。有时候可能一个礼拜工作很累，我们礼拜五晚上固定会开课，大家可以来到这边聚一聚上课这样子。嗰种呢，谈好了，嗰种伊顶我讲啊，伊顶安尼西装的地位，算是他可能可以去老聊的地方，没错，可以去买东西，嘛可以去个。我们讲打游戏、讲话、聊天，聚在一起，一个细细的地方。咁出下细细的地方，咁讲了，因为其实去像安尼乡下地方的话，其实暗晡啊，差不多7、8点，他讲你3、4包都开始提都开始看电视。可是佢点的地方，很容易个角度还是眼强的角度啊。基本上我们这边的来的客人朋友啊，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同辈的人，其实是蛮多的。然后再来另外一部分就是40、50岁啊，50、60岁的一些妈妈朋友也很多。对，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人群来往，对我来说是，尤其是很多时候，就像主持人刚刚讲，有时候7、8点晚饭过后，其实我们那边还蛮多人会出来散步的，大家就会经过，然后来这里聊一聊这样子。对，那以妈妈族群来说，好像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年轻妈妈，还有我刚刚讲的50、60岁的，我们妈妈辈的妈妈，其实我们这一辈妈妈就是很需要同侪朋友的支持，因为小朋友都还很小，所以其实我们办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程，还有一些疗愈方面的课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50、60岁的妈妈们，其实他们会面临到就是说小孩子大了，其实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去，他是人家讲空巢期嘛，对，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这样子类似的课程活动跟团体支持这样。其实我们常常会讲，譬如讲空巢期，叫空巢期，好，无论讲种人呢，我们讲新手妈妈，新手妈妈，其实伊定嘛有几多的问题啦，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各种都市人的地步有几多的安尼课程，但是我们从来冇想到讲，其实我们上下咧，那种妈妈，其实像我们那新手妈妈啦，空巢期的妈妈啦，伊哋其实嘛希望他个人有啲可以支持的力量比。对，可是等于讲，你要把伊的素材变成迄一定可以去搞阮心情，无如讲，譬如讲安尼讲一下老公的坏话啦，无如讲真的去搞我一下心情啦，搞我一下想法啦，伊啲几好的地方。佢到底真是同我做有同講，你要咪嗰種有睇搞嘛呀？療愈儀式係咪？佢係咪一種嘅課程？是这样，因为刚刚我们在讲妈妈嘛，那为什么我们会还蛮重视这个妈妈的？是因为其实妈妈她就是一个家里面的核心，不管是她照顾我们的吃啊，照顾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其实妈妈是一个核心。那疗愈艺术基本上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其实以妈妈族群来讲，她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压力在身上。那其实我们的疗愈方面包含了，比如说绘画，然后音乐，它其实都是我们讲的艺术治疗、音乐治疗，甚至是我们也有开一些手编课程，在手作的一个疗愈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静下来。那这部分我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在强调这些疗愈的课程，是说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大家最喜欢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各种烦心还有需要你麻烦的事情会把我们塞满。那这些疗愈课程基本上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先暂时清空，让你自己回到好像是一个空的水瓶。那你今天再回到你是一个空的水瓶的时候，才可以再装新鲜的水进来。对，所以我们的店里面的课程有很多是提供这些我们讲新鲜活水，能够注入到你的心里面，这样子。像你疗愈仪式的課程裡邊，亦會有哪一種嘅課程的內容啊？比如说画画，我们讲的这个有一种画画的艺术叫做粉彩，来自日本叫做和谐粉彩哦，还有我们讲的就是来自美国的叫做缠绕画，它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不用绘画基础，就是你不用美术非常厉害就可以入门的
的一些我们讲的画画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其实我们在店里面都还蛮持续在开课的，就礼拜五晚上啦，大家忙碌了1个礼拜之后会来我们这里上课的。嗰種開始提供我哋聯絡我哋地方去推展我哋講療愈意識我哋口長嘅時間，他個人的想法樣啊，他個人的回響怎麼樣？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固定班底，就是說大家有時候甚至是我們忙的時候，就店裡就交給老師，然後他們就會自己固定開課，就會在裡頭去上課。所以其實大家的回饋給我們來講，都是覺得，他們原本很想上這些課，或是說有聽說過這些課，可是沒有地方可以上。那現在居然騎個腳踏車就可以來家裡附近5分鐘的地方，可以學習。那其實很不錯。那我其實很常遇到，因為我們店是那個落地窗，就是整個都是看得到裡頭的，很多人媽媽啊、叔叔阿伯經過啊，看到裡面，怎麼一群人聚在？因為我們店裡面有個長桌，基本上最醒目就是一個長桌子在落地窗前，到底一群人聚在那裡幹嘛？大概4、5、6個人這樣子。對，那慢慢的，其實大家就會說，那個地方好像不只有賣東西哦，好像也可以去那裡聊一聊、談一談天。對，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蠻多，其實西式隔壁莊的也有很多人會進來問說，聽說這裡有在上課嗎？這樣子。係呢個我感覺到講。其實我哋從我講我哋上下學，因為講我哋呢啲地方差唔多日頭落山嘅時間，每個人都攰即刻落下嚟。大部分人講出來食聚會，食飯呢，他個人會吃窮下，但是真是嗰時候看到講，基本上他個人窮下喺邊度會學一啲東西，尤其係在安布亞嘅時間。嗰時其實對嗰度嘅軍人強嘅人來講嘅話，其實安布亞冇辦法。譬如我睇碌下係坐唔到嘅時間，而我哋冇辦法去聽人講話啦，冇到學一啲東西。嗰種唔同我講嘅時候，有啲落地窗，然後有啲創作嘅，咁啊對年輕人嚟講嘅話，也係幾神奇嘅東西啊，係啊。對，當然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會覺得有一點害怕，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地方，好像跟他們原本的商店形態不太一樣哦，原本的可能就是長什麼樣子傳統的商店，怎麼會突然有一個落地窗，然後好像裡面有桌子，然後呢有一些擺設，我們還有一台鋼琴，然後有一面我們都放了書，歡迎大家來看書的一個牆這樣子。那這樣的一個地方，其實一開始有很多人他不敢走進來，確實是對，甚至是說他終於鼓起勇氣推門進來了，然後呢就問你說到底這裡是在幹嘛？對，這樣的事情其實很多。對，那我們會很開心，就是說現在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固定的社群，就是說大家可以在上面交流，那慢慢的這裡也變成林落的一部分。對，這次我覺得其實當初也沒有想到說會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其實可以一年讓旅遊自家的社群其實冇簡單的也很感謝大家願意就是說聚在一起，然後願意關注我們，然後給我們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地方，畢竟要成立一個新的聚在一起的所在，也是要大家願意來嘛。對。喺另外嘅地方，我可以講用健康概念。你的店呢，其實係一個新的挑戰，同時嘛，可能係一個新的未來。尤其下我對下我哋嘛有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喜來嘅，今日節目我就來自屏東聯絡少年同你講有點嘅地方發生嗰度幾神奇嘅事情。我想想摸一下哈，因為頭我聽唔講嘅唔能點嘅地方發生嘅事情嘅時間，我都發現到講，其實人家點嘅嗰種開一條都市鎮地方嘅話，其實係一個平常嘅點嘅。好，譬如講生農嘛，少農嘅教育，還有我哋心靈成長嘅嗰種點嘅。但是其他點嘅不用聽人哋鄉下地方嘅時間，你會發現到講啊。原來其實我哋睇都市地方有嘅東西，睇鄉下係冇嘅。其實最重要係我聽到我講，其實人家課場地方對嗰度嘅我哋講鄉村地方嘅富人家嘛好，手機嘛好，爸爸媽媽嘛好，其實一定有時在一定在心理上面，其實有一種有人去支持，好有人去講，按樣嚟排解一種課場。呢種課程睇都市鎮地方其實係
会从我以为嘛，但是天可能熊哈时间，就变成某你读到那事情的时间，你真是唔记得同埋人讲，所以按你情形，睇你的点的地步，係咪常常會發現？确实是很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台北长大，那当我今天回到林落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方式，就是跟这里的人去，还有这个地方去相处跟对话。那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因为店开了，那我们的好的食材、好的商品，我们希望能够推荐给朋友的这个客人朋友的，那怎么办呢？一开始当然我就是用办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我还记得第一场课程的名称就是如何吃好油让你变得更漂亮，就是说让大家一个健康讲座这样的一个资讯。那这样的一个课程跟因为我本来就是做健康管理，其实这样的资讯在台北是非常非常多，甚至是大家很多的基金会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子的课程，我们有经营一个脸书粉丝专页，那这个讯息一发上去，好多人来，甚至从潮州，甚至我们后来有一个课程，他们是从东港来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是会吸引到一些他很想要求知，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学习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讲座，其实我从里头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这些朋友呢，他们很多才多艺，有些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他本身非常的会做疗愈的绘画，那他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的固定班底师资。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会有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我也很感谢，其实我们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让这些可能它一直在碰撞，产生新的火花，这样子。我感覺到講，其實咱嚟講係講，唔過咁差人團人有啲新嘅連接嘛，但是我想到講，你喺人哋即刻有一啲開頭。比如講人呢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同他跟人分享以外的東西，同時都講，我都感覺到講，其實都發現講，其實而家佢有個課程可以話要對東港，其實東港多年都還有團路場，就是講其實更加嘅人，如果希望講有安尼嘅一個機會去接觸到安尼的知識，或者變成講，你入面有可以的有嘅課程，但是可以上安東人來嘅時間，我都發現到講。其實已經開發的一啲我哋南部某的一種市場，都變成講我哋對我哋的生活的一種需求，其實對廣東人來講，伊可能需要，但是唔知按那一千萬的課程。那因為我覺得這也是我覺得很榮幸的地方，就是說我們可以提供的是大家需要的這樣子。那最近因為疫情嘛，其實是大家都曉得聚在一起這件事情是相對困難的，我們現在都戴着口罩這樣子，所以其實這幾個月來我們的課程有一些轉變，就是說我們辦了許多的是線上課程。對，那這個線上課程其實我很開心，因為是線上的關係，我們不需要拘泥於地方，那其實我反而可以引介很多是我在台北，甚至不一定是台北，就不是屏東的老師朋友，他可以透過線上開課，然後回饋給我們在屏東林落的這一群原本的會員。對，所以其實我們這幾個月開了很多的是線上的課程，對，那包含了，比如說我們也請到了很厲害的醫生來做一個線上的工作坊的講座啊，那包含花藝課啊，韓式花藝課，都是原本我自己可能認識的朋友，他願意來幫我們的會員做這樣的一個課程，這樣子。對。可是我等於講，其實人家課程已經把原來的嗰種健康生活變成我的意識生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身心靈的照顧，係都變成安尼一個情形了嘛。我想問一下吼，一更加發展到更加，喺當初上到嘅嗰種情形。完全沒有想到，對啊，因為其實好，我哋一開始節目喺講嘅時陣，其實當初一講開始上嘅其實係，人哋講好簡單嘅嗰種形式，好把健康管理嘅想法，好透過人嘅平台，好介紹出去，同時串聯到我哋嘅小農啊，我哋嘅食農教育哈，但是後來時候發現到唔係呢，你嗰種認識的嗰種人，同時嘛變成嗰種人，我哋講心理上面嘅支持啦。沒錯，對，因為這其實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可是當時來開店的時候，最主要就是說，我們結婚了，然後我們可能要生小孩，那時候都還沒有生小孩，想說要回來生活。那開課這個事情呢，很多地方開課它是教室，它有課才開，而我們不是，我們就是一個店面，所以
对我来说，大家是会越来越敢进到这个空间里面。那当他进来之后，他其实他的我们希望他的生命里面的丰富程度，还有我们讲他原本觉得生活里面当中比较可能贫乏低落的地方，他就得到了一个提升。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店它能够在这个地方慢慢获得更多朋友的认可的一个蛮大的原因，这样子。因为其实林乐对嗰度地方来讲，我反而算係一個上下嘅地方，尤其係真係都差唔多8、9點嘅後夜，嗰度地方其實都啱嘅啦，嗬，都無開點嘅。你咧林樂我哋咧啱啱我講，伊個昌王公廟，好幾片。其實昌王公廟除咗昌王公廟這個係一個古蹟以外，伊也要正對面有得按照天燈，因為天燈唔係我哋台北講嗰種放天燈嗰種天燈，伊嗰時係以前問題。過做嘅時節，他可以買啲種田嘅時節，其實冇一度一路可以有電呢。嗰時嗰種日頭落山嘅時節，其實有時對嘅村莊地，譬如講去我哋田沙地方，古來嘅村莊嘅時，唔會看唔到。嗰時其實係嗰種有啲田燈睇嘅，有啲電咧睇嘅照亮，他可以講哦，一路昌王公廟喎，田燈嘅電咧行。都可以行到村莊地方。其實我想到講，其實睇創業點嘅地方睇連絡，其實睇啲連絡佢到佢啱嘛，如果地方為嗰種人睇嘅上課，睇嘅講法，嚇，對嗰種人來講，你可能係一種心理上的甜點吧。這太榮幸了，對，這是我們會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可以給大家說，我遇到了什麼樣的一個事情，或者不一定有什麼事情，但是有一個地方它是可以去容納，就是說我們心理跟身體上的一個低落的時候，我覺得是我們都需要光嘛，就是燈的一個形象。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當時候會把我們的店名取名叫做時和生活家，就是說希望它是可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是很落實的。那時這個字，它是一個時間的時加上草字頭，基本上它就是有孕育、灌溉、種植，讓它茁壯的這樣的一個意思。對，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精神上的生活不只是健康，其實健康這件事情它必須要從心開始。對，那這些事情其實是透過，其實我自己其實本科是學音樂的，所以其實在我們音樂治療裡頭，它是很強調這一塊從心裡面去提升這樣子的一個生命的能量。對，那你這個開店開到今差不多一年lang嘛，哈？對。咁對未來呢，你這個有乜嘅想法嗎？其實一年多的時間是過得非常非常快，那會發展到今天。就是說，我們店裡面的這一張長桌，我還記得一開始這張長桌，我是騎着摩托車。我在台北的時候，駕照拿到很多年，從來沒有騎。然後到屏東之後呢，我可以從屏東騎摩托車騎到高雄鳥松，然後去找到那張桌子，然後就是想辦法把它運回來。然後我們的那個桌子，我配的那個椅子是潮州的那個藤椅，就他們非常在地幾十年老師傅的藤椅，我騎着摩托車在前面，然後老師傅開卡車在後面幫我把6張藤椅載回來。然後從1年多前，我們把這個地方桌子椅子這樣擺好架設起來，一直到今天，就是說，真的有人在這裡上課，真的有人坐在這裡聊天，真的有人在坐在這裡哭掉眼淚，然後在笑，就是這些過程其實是讓我覺得從來都沒有想過的。那未來的話，我會希望說，因為林路我們剛剛有提到，它的交通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然後就相對於屏東很多地方，它其實是跟國道跟市區都很近，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人呢，他是退休之後來我們林落就買了一個地，然後就蓋了房子，其實有蠻大一個比例是外地的人，是挺多的，所以我還蠻希望說，透過我們這樣子時和生活家在地的一個落實跟實踐，那能夠說讓林落這個地方，它本來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外地的移居的吸引條件，那能夠去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跟存在，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地方，它是能夠有很多的資訊可以進得來出得去，那包含說在地的人，他有很多原本沒有辦法得到的不管是物質上的或是知識上的一些需求，可以在我們這個地方慢慢的看到一些他能夠得到的東西。對，我們常常會講城鄉差異，其實也講喺經濟上面的差異，無論自信上面的差異，但是我們會發現到講，其實在心靈上面、在知識上面，城鄉
还是有差异。但是看下今日故事，你都发现讲，他对台北老爷伊在讲什么嘢？伊希望变成一个种子，伊希望把成想在心理上面还有知识上面的差异，去帮他更全一些。今日感谢我们的少年来到现场同分享安东亚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林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时和生活家坐坐。